曾幾何時，如果每個人屋企擁有一台三角牌嘅電飯煲，就意味住生活品質嘅躍升，係家庭走向現代化嘅重要標誌。咁尤其呢，就喺華南嘅廣東、廣西等地啦。咁三角牌幾乎都係電飯煲嘅代名詞。提起三角牌，就不得不回到1964年。當年三角牌推出嘅中國第一台自主製造嘅電飯煲，成為咗中國廚房電器行業嘅開創者。從此，中國人正式告別咗千百年嚟依靠柴火煮飯嘅時代，邁入咗更便攜、高效嘅廚房電器新紀元。而喺60、70年代嗰個家電產品仲未豐富嘅時期，三角牌並未止步於電飯煲，佢相繼推出咗電熱水壺、電冰箱、洗衣機、電燙斗、熱水器、煤氣爐等一系列嘅家用電器，創造咗眾多嘅中國第一，一步步點亮咗中國家庭電氣化生活。三角牌嘅故事始於廣州一家知名老字號企業——廣州瑞源五金生產合作社。喺計劃經濟年代，國內家電領域仍然處於空白嘅階段。合作社嘅技術員憑借住堅定嘅信念同埋不屈嘅公關精神，進行不斷嘅研究，終於喺1964年第一台嘅三角牌電飯煲誕生啦。咁呢一個並非簡單嘅產品上市，而係一場廚房革命嘅宣言。佢由根本上改變咗千百年嚟中國人煮飯睇火候嘅習慣，帶嚟咗前所未有嘅快捷、便利同埋精準。60年代嘅中國物資短缺同埋工業自立交織，國民仍然就要煤爐燒水，費時費力。1968年，三角牌嘅電熱水壺就成功研發上市，唔單止回應咗當時時代嘅需求，亦都開啟咗廣州電熱鋁製品嘅生產歷史。70年代，三角牌開啟咗中國品牌向西式廚具領域嘅戰略進軍。1973年，喺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技術支持下，三角牌成功推出咗中國第一台自主研製嘅電焗爐。廣州市飛躍電器製品廠負責生產製造。隨住人們嘅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，對家用電器嘅需求日益增長。1978年，面對傳統電飯煲保溫性能不穩定、能耗高等問題，廣州電飯煲廠喺中山大學物理系潘幸教授技術攻關支持下，經多次試驗，終於正式研製出三角牌雙開關磁鋼控溫式保溫電飯煲，成為咗取代線圈保溫第二代電飯煲。1981年，廣州電飯煲廠同埋湛江市家用電器總廠喺第二代產品嘅基礎上，聯合研製出採用單鍵磁鋼控溫技術嘅第三代電飯煲。三角牌第三代電飯煲嘅成功研發，推動咗中國廚電行業嘅技術進步，為後續產品開發奠定咗重要嘅基礎。1982年係中國輕工業轉型發展嘅關鍵時期，湛江市家電公司突破性將電飯煲技術應用於中式烹飪領域，研製出具有革命性意義嘅產品三角牌電炒鍋。三角牌電炒鍋嘅成功研製，折射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製造業從模仿走向創新嘅轉型軌跡。1989年，廣州市電飯煲廠率先實現咗技術突破，引進國外先進生產線，成功研製出中國第一台西施煲三角牌西施煲。三角牌西施煲成為咗當時國內電飯煲行業嘅標杆產品，並榮獲國家銀質獎。不過進入咗90年代後，市場競爭嘅格局發生咗劇變，隨住改革開放嘅深入，大量外資合資家電品牌湧入中國，佢哋憑借住更加時尚嘅設計、更加豐富嘅功能同埋強大嘅市場營銷，迅速佔領咗中高端市場。與此同時，江浙、廣東等地湧現出眾多民營家電企業，佢哋嘅成本控制能力強，市場反應速度快，咁喺性價比方面就構成咗巨大嘅挑戰啦。咁喺市場嘅內外夾擊形勢之下，三角牌呢個老字號品牌開始面臨咗嚴峻嘅考驗。1995年，三角牌擴大生態圈，亦都同眾多嘅工廠建立咗合作，產品亦都更加之豐富同埋更具性價比。
面對挑戰，三個牌並未消失，而係選擇咗轉型同埋堅守。品牌所有權嘅歸屬者廣州輕工集團喺策略上進行咗調整，通過咗整合、引導同埋升級，發揮咗集群效應，着力於實現廣州輕工集團家電產業嘅轉型升級發展，推動咗廣州同埋梅州產業良性互動發展。三個牌依然喺其優勢嘅領域上傳承咗經典嘅品質。近年嚟，隨住國潮興起同埋消費者對老品牌嘅情懷回歸，三個牌亦都迎嚟咗新嘅機遇。咁好多消費者出於懷舊或者對其質量嘅信任，會主動尋找同埋購買三個牌嘅產品。品牌方亦都開始通過咗電商等新渠道重新接觸用戶，贏得咗越嚟越多用戶嘅喜愛。以簡約、唯美、優質、智能嘅產品，提升用戶價值同埋滿意度為初心，三個牌重點佈局智能煲品類，聚力實現智能煲品類突圍，同時帶動破壁豆漿機、電火鍋、壓力煲、水壺、電磁爐等品類嘅發展，推動實現品牌復興。由開創中國廚房電器先河嘅輝煌開創者，到家家戶戶信賴嘅國民品牌，再到市場大潮中砥礪前行嘅堅守者，三個牌嘅發展史，正正就係中國民族工業變遷嘅一個縮影。三個牌，佢唔單止係一件商品，更加係一段歷史嘅見證。佢見證咗一個國家從物資缺乏到繁榮富足嘅歷程，亦都承載住無數中國家庭關於溫暖、關於煙火氣、關於生活一步步變好嘅集體記憶。咁三個牌嘅故事係一段仍然喺度續寫嘅關於品質、傳承同埋創新嘅傳奇。